最近有好多街坊同我講，話喺出面藥材鋪或者啲乾貨攤位見到啲所謂東海花膠平到笑，600蚊就有一斤，仲要隻隻都標榜係公膠，聽落去好似執到寶咁。但係你知唔知呢啲咁平嘅花膠，分明就係陷阱。有位陳太就係咁中咗招，買翻去浸發之後，個心嚟一嚟，因為佢發現啲花膠浸完之後，唔單止完全冇花膠嗰種膠原蛋白嘅質感，反而摸落去好似隻塑膠手套咁，仲散發出一股好勁嘅工業化學臭膠味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啲600蚊東海花膠背後嘅真相，話俾大家聽點解呢啲假嘢會充斥市場。仲有最重要嘅就係請教咗老字號專家，教大家防輻三周，認清乜嘢先係真正嘅公膠，唔好再俾人當係水魚咁。講到花膠，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肯定係滋補、養顏、對膝頭哥好，尤其係公膠，因為口感爽滑，煲完湯唔會溶化，一直都係心頭好。但係大家要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就係平嘢冇好，好嘢冇平。而家市面上普通嘅廣土工、雜交工，閒閒地都要幾千蚊，甚至上萬蚊一斤，點可能會有600蚊一斤嘅東海公膠？陳太嗰次嘅經歷真係好典型，佢喺一間裝修到好似好老實嘅藥材鋪，見到個牌寫住特價東海公膠600蚊一斤，佢見啲花膠外形好靚，色澤金黃，仲有一對好明顯嘅耳仔，睇落去真係似模似樣。老闆仲拍晒心口話呢啲係東海野生大黃魚嘅膠，因為產地直銷先咁平。陳太一時心軟，諗住買斤翻去煲俾孫仔飲，點知就係噩夢嘅開始。佢翻到屋企，按照平時嘅方法，先用薑蔥出水，再浸清水。點知浸咗幾個鐘之後，佢發現個水盤入面有一股好奇怪嘅味，唔係魚腥味，而係好似去咗工廠區嗰種陣味。佢攞起隻花膠一摸，嚇到佢即刻抌低嗰隻所謂嘅花膠，摸落去完全冇肉質感，反而係好有彈性。但嗰種彈係橡膠嗰種彈，就好似我哋平時洗碗用嘅嗰隻黃色塑膠手套咁，仲可以扯到好長都唔斷。陳太嘗試剪開一小塊，發現入面竟然係一層層好整齊嘅纖維，完全冇天然花膠嗰種自然嘅組織。最離譜係佢攞去煲咗1個鐘，隻膠竟然完全冇變軟，反而越煲越硬，陣臭膠味充斥晒成間屋。呢啲邊度係花膠，直情係化學廢料。其實呢啲咁平嘅東海花膠，多數都係用一啲平價嘅劣質魚膠、豬皮，甚至係工業用嘅明膠同埋塑料混合而成嘅。佢哋會用一個模具將呢啲混合物倒入去，整成公膠嗰種特有嘅長形同埋大耳仔嘅形狀。為咗令到個色澤睇落去吸引，佢哋會加入大量嘅色素同埋漂白劑。大家諗下，呢啲化學嘢食入肚，唔好話補身，唔中毒都偷笑。而且呢啲假貨好多時會標榜係東海出品，其實係想借東海大黃魚嘅名聲嚟抬高身價。因為真正嘅東海大黃魚膠一對可能已經要幾萬蚊，600蚊買到嘅肯定係假嘢。咁到底點樣可以避開呢啲陷阱呢？專家就教咗我哋防輻3招。第一招，睇紋理，天然嘅花膠係魚嘅標，所以佢一定會有自然嘅生長紋理。如果你攞起隻花膠對住燈光睇，你會見到入面有一條條不規則嘅好似樹葉脈絡咁樣嘅纖維。而假嘅花膠因為係模具倒出嚟嘅，佢嘅表面會好平滑，或者啲紋理係非常之對稱好死板嘅。真正嘅公膠中間會有一條明顯嘅縱向條紋，而且肉質厚薄不一。假嘅通常成隻厚度都係一樣，完全冇層次感。第二招，聞味道，呢招係最直接嘅。真正嘅花膠雖然未浸之前可能會有少少魚腥味，但嗰種係海洋嘅自然嘅魚腥味。但係如果你聞到有一股酸味、化學味或者完全冇味，咁就要小心啦。尤其係呢啲假嘅塑膠花膠，佢哋喺製作過程入面用咗好多化學黏合劑，浸水之後嗰陣化學味會更加明顯。直情係好似燒膠咁樣。如果你買翻嚟嘅花膠浸完之後浸味令你覺得唔舒服，千祈唔好食，一定要即刻抌咗佢。第三招，試手感同埋發頭。天然花膠浸發之後會變厚變大，摸落去係有韌性之餘帶點柔軟，
手指用力撳落去會有一種膠原蛋白嘅黏手感，而假嘅花膠就好似陳太遇到嗰啲咁，浸完之後會變到好似橡皮筋咁，你點樣扯佢都唔會斷，而且摸落去好乾爽，完全冇膠質。最簡單嘅方法，你攞一細塊放入滾水度煮幾分鐘，真嘅花膠會慢慢縮細變軟，甚至會融入水入面，而假嘅花膠會完全冇變化，或者只係變得更加似膠片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買三容海味千萬唔好貪小便宜，尤其係喺一啲非正式嘅藥材鋪或者係啲短期租約嘅特賣場，佢哋最中意用跳樓價、清貨大減價嚟吸引老人家。佢哋會將啲假貨同埋一啲平價嘅真貨溝埋一齊賣，令你防不勝防。如果你見到啲花膠個樣靚到好似假嘅咁，而且價錢低過市場價一折，咁佢9成9就係假嘅。其實呢啲假花膠喺市場上已經存在咗好多年，只不過手法不斷翻新。以前可能係用豬皮冒充，而家竟然進化到用工業膠。你想下呢啲工業膠入面含有幾多重金屬同埋甲醛？如果長期食用，對肝臟同埋腎臟嘅傷害係毀滅性嘅。所以我建議大家買花膠嘅時候，最好去揀一啲有信譽、有歷史嘅老字號。雖然價錢可能會貴少少，但起碼買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學識分咩叫公膠同埋母膠。公膠係取自雄性魚嘅魚標，特點係形狀比較長、比較窄，肉質結實，煲湯唔易溶；而母膠就係雌性魚嘅魚標，形狀比較圓、比較闊，肉質比較薄。煲完湯之後會變到好軟，甚至會溶喺湯入面。因為公膠嘅口感同埋營養價值被認為更高，所以價錢通常會比母膠貴一截。啲騙徒就係利用呢一點，將假貨全部整成公膠嘅樣嚟賣。除咗防伏三招，大家喺買嘅時候仲可以留意一下隻花膠嘅頭數。所謂頭數就係指一斤有幾多隻，頭數越細，代表隻花膠越大隻，價錢就越貴。如果你見到啲花膠隻隻都好大隻，但係賣得好平，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警號。真正嘅大頭數花膠係非常稀有嘅。陳太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雖然我哋想慳錢，但係健康係絕對唔可以慳。600蚊一斤嘅東海花膠聽落去好吸引，但背後隱藏嘅代價可能係你無法想象嘅。下次大家去買海味嘅時候，記得帶埋今日學到嘅知識，多睇多聞多問。如果老闆支吾以對，或者唔俾你聞唔俾你摸，咁你就知咩事啦。講反嗰啲塑膠手套花膠，其實而家好多網上平台上亦都有好多呢啲假貨，佢哋會影一啲好靚嘅相，然後用極低嘅價錢嚟做推廣。如果你收到貨發現唔對路，好多時都投訴無門，因為嗰啲鋪頭可能過2日就關咗門。所以唔好以為網購或者喺街邊執到平嘢係好彩，往往呢啲都係陷阱嘅開始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或者朋友都中意買花膠補身，記得將呢段資訊分享俾佢哋聽，教識佢哋點樣分辨真假，唔好再俾呢啲無良商人有機可乘。真正嘅滋補係建立喺安全嘅基礎之上嘅。如果食咗呢啲化學嘢，唔單止補唔到身，仲可能會搞壞身體。我哋再複習一次，防伏三招：第一，睇紋理，要繞嗰種自然不規則嘅脈絡，唔好要嗰種完美對稱嘅。第二，聞味道，要魚腥味，唔要化學味或者酸味。第三，試手感，浸完之後要黏手，有彈性但唔係橡膠感。煮完要識得收縮變軟。記住呢3招，保你喺海味街行得穩陣，唔會再俾人呃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養生係一門學問，唔係單純買最貴或者買最平嘅嘢，了解食物嘅來源，學習分辨品質嘅優劣。呢啲先係真正對自己同家人負責。希望大家以後買花膠嘅時候都可以做個聰明嘅消費者，用最合理嘅價錢買到真正有用嘅補品。